嗰度在台中的新光三越百货公司发生爆炸，造成4人死亡、34人受伤。业者下晡呢也开始把这外墙拆掉了。消防局初步调查认定是加速爆炸，而且查出讲这施工的楼层有把这消防设备关起来，已经是违法的。也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去到台中要来了解案情。另外，检方也登到现场要厘清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大台吊车工作平台在工作人员去要甲外壁给拆掉。台中新光三越起步案件进入第2天，事发地点12楼，有人继续有碎片落来。新闻车店也去讲到，伫楼骹等待媒体，欺负下营业者赶紧来拆除，马上评估警戒范围是不是扩大。可能坠落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他立即清除，甚至我们要去评估相关技师找相关技师去评估他坠落的范围是不是需要扩大警戒的范围。 台中市消防局就是公布案发当时，空翕在现象仪器画面发现起爆了后，内底温度无悬，伫19到24度中间，显现红色部分主要是搜救人员的体温。经调查初步认定是加速起爆造成的，而且施工楼层消防设备违法关起来。 现场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派同仁上去调查，它消防设备是关闭的。我们在现场评估，初步认定应该是气爆，就是瓦斯气爆的因素所造成的。那不过确切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还是要等检察官来做一个裁示这样。 行政院长杜永泰就是下晡到台中听取事故简报，消防署讲起步迄天早起10点半，有工程行人员看到厂商使用弗兰达伫切割这个驾驶的管线，现场批调驾驶为20分钟了后，大约1点半发生爆炸。杜永泰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斗阵做好善后，并且确认大楼结构安全。那事故发生之后，百货公司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是否有疑虑？这个要特别拜托台中市政府透过 这个结构技师啦等等来做安全的鉴定。相验结果判定4名死者多因头胸部外伤、胸腹部钝挫伤，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本件事故相关人员是否涉及刑法之过失致死、过失伤害及公共危险等刑事责任，专案小组将会尽速调查。 台中地检署强调，已经针对施工的工人甲百货员工，这16个人来访问，拢以证人的身份请回。4名死者已经完成尸检，死因是头壳甲胸腔外伤，也有胸部、腹肚受伤，造成多层器官生理机能耗尽。专案小组已经搁再转来现场来实地勘查，会赶紧调查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